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1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无歹道掠去吹死的女学生，亲人一定阴暗到台湾。类似的事件，警方处理无妥当，灰人分局长去互换掉。10年一变的人口主题普查，今仔日开始开放网络系统的头一天，网站未叮当，恐惊有治安的空隙。台湾环岛铁路电气化上尾在12月底通车，铁道局汽车、富养马列车头一遍通过中央线尾。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伫台湾读册，所去互歹道掠去吹死的马来西亚女学生的事件。伊的亲人一直阴暗的到台湾处理伊的后事，但是其实伫顶个月，有另外一个女学生险险啊伫同一个所在去互掠去，伊有通报学校，但是校方竟然无做校安通报。去报案，警察嘛无开3连单，等于是无成立一个案件，定事出问题，归人分局长去互人换掉。真侪便条甲小卡片搭满规个对书壁，涂骹一束一束的笔盒花，拢是来自同学甲老师的悼念。伫学校内底是充满哀伤的气氛。毋过其实早在案发进前，就有一个共学校的女大学生伫网络上讲，顶个月底伫案发的同一个地点，伊差点就互人掠走。毋过学校当时无伫72点钟内底完成校安通报。10月1号上午是由学生打电话进校安中心说明昨天晚上被骚扰。好，那但是做了校安记录，接下来就是没有进行这个校安通报，我们虚心检讨。那这个我们校内也会进行检讨报告跟惩处。学校承认所涉无进行校安通报，教育部表示后续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也会配合检警调查，派员到学校进行校安督导访视。而台南市警察局调查了认定，桂林分局警察在9月底受理报案时，无依照规定开立报案3连单，计程明显有缺失。除了台南市警察局长来核实的以外，桂林分局长也被撤换，并没有依规定完成相关的受理程序，那干部应该承担责任。本人已经报告市长，经市长同意，将归仁分局分局长调整为内勤职务。医生也是想啦，因对方的家长老来，伊想要当面打人会，人可能就讲，对这件事算讲，伊的囡仔做唔对。当地里长讲，凶手爸母有甲联络，表示真见笑，无甲后生教好，希望甲被害人的爸母来见面，当面表达伤心的亏欠甲失礼。而女大学生的家属找暗时到桃园机场，因希望私底下好好处理后事。家属依照外交泡泡模式免伫厝检疫，伫台湾期间会有专人专车经过路线分离，接触者是命坐者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咱国内增加3例大病入境的新冠肺炎病例，分别是对印尼甲美国入境的。指挥中心表示，其中印尼籍移工1个伫厝检疫的时阵就捌出现症头，但是无老实通报。目前是当咧调查讲，到底是移工本人，也是中人无照实讲，后续会依法处理。国内阁新增加3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个案，2个人是印尼籍对印尼入境，1个人是台湾人对美国入境。指挥中心讲，案例557是印尼籍10外岁女性，因为读册关系，在10月29入境台湾，初7捌出现鼻无美者症状，无伫当地就医。入境时主动讲鼻无美者情形，在机场进行采检，初1确诊。案例558是印尼籍30外岁男性移工，10月14来台湾工作，初18伫国外自费检验，结果是阴性。入境了后，甲2名移工到订坐防疫客运车，住伫防疫旅馆。伫特殊检疫期间，拢恢复无疑似症状。不过后续经过了解，个案8在14暗时出现流鼻水症状，甲记者便了了后，症状有较好。而到检疫期满了后，甲另外2名移工到订由中介开车送到病院自费采检，初1确诊。那2名的同行移工，他们的自费检验结果都是阴性，但是2人在当天晚上都出现这个咳嗽、喉咙痛症状，所以目前这2位也都收治住院隔离。指挥中心讲，案例558在特殊检疫时捌出现症状，毋过无老实讲。而归人护理人注射流感疫苗了后，出现鼻无味，还有神经病变症状。指挥中心进行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排除新冠肺炎。根据疾管署统计，包含公费加自费流感疫苗不良事件通报已经有205件，是近4年来上多，其中58件是严重不良反应。
国内的通报的不良事件呢，都可以说它是跟流感疫苗没有直接关系。打了疫苗之后，如果你有发烧、咳嗽这些其他的症状，那流感疫苗是不可能引起呼吸道症状或肠胃道症状，它也几乎都不会引起发烧的。医师讲，虽然国内有1、2例都发生神经炎案例，是毋是甲流感疫苗有直接关系？医院爱病院甲专家委员会去做调查。不过，医师院强调，即阵国内流感疫苗相对安全，民众免伤过惊吓。记者综合报道。进口有正肉种美国猪肉争议已经完3个月啊，还阁超袂平。这地方政府用自治条例定出完全袂当验出正肉种的标准，甲中央的政策是相帮。连市长是属于执政党的民进党的桃园，嘛通过自治条例修正案。台北市长郭文哲就口说讲，民进党连内部都超袂好势，阁期待别人的赞成。政府明年元旦要开放内地进口，台北市等地方政府定出自治条例，规定来客多巴胺零检出，引起抵触中央法规的记录。不过桃园市议会10月底刷三读通过，是按自治条例修正案，也规定零检出。立法总统蔡英文甲桃园市长郑文灿无共调讨论，也引来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全世界的猪肉进台湾都可以含瘦肉精，那台湾本土的不可以，这就很奇怪了。郑文灿不是小英的爱将吗？你们自己都搞不定了吗？现在，就不要去期待别人了。可以说今天你是禁用的禁药，然后你说让民众进口的我们就可以吃，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更何况郑市长今天他要获得民众的支持，不是只有桃园而已，民众也都在看。郭文哲批评民进党内部无共调，朱立伦也指出政府内地开放政策充满矛盾。郑文灿只好金白会，不能够一国多制。那进口标准跟流通标准没有办法一致，这会造成整个台湾的混乱。至于说该怎么去解释，我想这尊重行政院的职权。农委会回应，目前用进口猪肉到台湾的有13个国家，到底进口的数量偌济，完全触发政府的2个配套措施。猪肉跟猪肉加工品的清楚标示，不管是在餐饮场所或者是贩卖场所。第二个就是对产业界我们100亿基金的辅导措施，如果这2个辅导措施可以做得到，我们认为整个总进口量的部分不会成长。但各种强调，参考日本过去的经验，显示开出相关配套措施应做到，猪肉整体进口量未成长，也佫可能会减少。记者综合报道。10年一变的人口甲主题普查今仔日开始，行政院除了安排普查员去徛街访问，嘛开放予民众伫网络顶填资料。毋过开放网络系统的头一天，网站就袂登袂当，有民众用家己的小号登入，刷出现别人的资料，互人真烦恼讲，个人的资讯会去互千份人看了了。从出生、读书、工作到年长者的长期照护，都是普查关心的内容，也和政策规划息息相关。行政院主计总处进前宣布，11月开始启动10年一摆人口甲主题普查，也佫拍真一支宣传广告，佫寄出10万块的抽奖，鼓励民众利用网络来报。不过，初开始开放网络，第一天就问题真多，不止网站是不满，袂登袂当，要个人登记了后跳出千份来告知。主计总处伫官网紧急公告表示，真侪人使用互系统塞车，系统即马调整作业当中。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量太多了，1个小时跑进来1万多，然后我们担心有治安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暂时关闭。外包厂商那边正在处理之中。朱这边表示，已经委外厂商先解决各自问题，各中开系统。到11尾暗5点半之前，系统已经恢复运作。不过在夜眠时，依然爱一段时间，是不是会符合民众一时进入大流量的资料，爱去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火车是食小土团甲食石油的，不过时代的进步，一步一步换做食电的。咱台湾的环岛铁路电气化上尾站，对屏东邦寮到台东治本，12月底就要通车。铁道局昨暝开始试车，头一班普悠玛比预定的时间加5分钟到站，这也是普悠玛头一遍通过中央线码。列车驶伫南回线的磅空速度提升未少，原来这班驶的是普悠玛自强区，也是第一摆穿过中央线码到台东的治本。3、2、1，谢谢，来宾车守好。
工程人员真欢喜，外带另外一名是准备为台东治本开往屏东邦寮电联车，也宣告台湾环岛铁路电气化最后一里路已经完成，也按算伫12月23正式通车。铁道局为31暗时开始密集汽车。到资本的时候，大概10点17分，顺利的完成这个首航。那沿线的一个状况也相当的平安顺利。电气化了后，培养某部分路段应提升速度到110公里。代替表示，有个假日运营提升13%，高雄甲台东行车时间上最应省17分钟，2点钟内就应到位。所以按算39小自强号也会投入营运，不过专家认为受限路轨的容量，效应的提升也是有限。就很像单行道一样，那车子可能就有代币，然后还要会车的问题啊，所以运能提升不起来。你经过加入之后，内饰开始进入3线嘛，三线就是弯曲曲折。普悠玛，你说你在这一段时间跑，它可以跑得快，但是你碰到弯道多的地方、线型不好的地方，你还是跑不快啊。专家表示，南回线弯道较侪，加上单轨双向通行，就算是速度较紧的粗小列车也会减速，甚至等别的列车通过，增加列车调度困难。另外，无法度加挂车厢，运营比昨年或者是19小自强号降低真侪，建议应该考虑双轨化，才有效提升运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美国的总统大选剩最后3天，总统 Trump 甲对手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四界走总在优选前，拜登是去 Michigan 抢光辉的选票，前总统奥巴马嘛来甲伊徛台。也若是 Trump 这边是伫宾州小连锁办市场做细活动，想要甲这个大州抢落来。美国总统大选只剩3天，共和党参加连任的美国总统川普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拢展开最后拼场。拜登阵营拍出前总统奥巴马牌。10月31日，两人选战以来第一摆伫密西根州合体，共同出现伫佛林特市甲底特律市2场造势场合，抢非洲的选票。为防止造势活动以车座形式举办。Joe's not going to screw up testing. Joe's not going to call scientists idiots. He's not going to host super spreader events around the country. And the good news is, on Tuesday, you can choose change. You can elect Joe Biden. You can elect Kamala Harris. You can choose a better America. I will never raise the white flag of surrender. We're going to beat this virus, and we're going to get it under control. And the first step to doing that is beating Donald Trump. 另外一方面，川普佮去宾州连续举行4场大型造势活动，对拜登一直拍的疫情牌表示真不满。I watched Joe Biden speak yesterday. All he does is talk about COVID. He's got nothing else to say. COVID. We agree. We agree. It's serious, and we've done an incredible job. And at some point, they're going to recognize that. Get back to school. Get back to school. Get back to school. Open up this state, Governor. Open up this state. 第夫人梅兰妮亚31是单独现身伫威斯康辛州造势场合，替川普吹票，也为处理疫情抱不平。COVID-19 is not a partisan issue. In a time when unity and leadership is vital, the Democrats want to project feelings of fear and doubt, purely for political reasons. 根据上新的统计，全美国完成提早投票选民已经超过9100万，全国注册选民差不多是43%。拜登竞选阵营宣布，在1月初3选举之夜，当日伊会伫故乡德拉瓦州发表演讲。夫人吉尔甲副手何金丽翁某也会斗阵出来。川普方面还未确定，外界预期伊会伫白宫等选举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警察今日透早搁大动作抓人，抓走7个香港立法会前任甲现任的反民派议员。港警就表示，这寡人拢甲今年5月初8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议事的冲突有关系，已经防起诉，这礼拜是会开庭审理。早早起7点50分，香港民主党现任立法会议员温兆基拍开门，说是港警早搜查令抓人。根據警方調查所得，有理由相信你喺舉行會議嘅時候引起擾亂。
比起控制权立法会权利甲特权条例，阮条件是行一条。香港民主党伫面册发文指出，党主席何志伟、议员黄碧云、泛民派前议员朱凯迪、陈志全、张超雄拢被抓。现任工党主席郭永健甲民主党的柯志芳是被有约拘捕。泛民派立法议员共同发表声明，谴责港府滥捕。港警下晡开记者会表示，被抓人是嫌伫今年5月7日立法会做出扰乱行为，违反条例中的藐视罪，甲干负立法会人员罪已经被起訴，会伫7月開庭。7名被捕人呢已經係被落案，稍後佢哋將會獲得保釋，至到11月5號星期4晏晝向東區裁判法院嘅應訊嘅，已經係夠咗法定人數。5月7日，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伫保安人員包圍之下，主席宣布會議開始，暗過場內說是真亂，建制派議員甲保安派出人牆伫主席台進行阻擋，泛民派議員想要突破防線，暗過攏被誘走，甚至被用拖走。各位返回座位。這委員會伫去年10月復會了後，由泛民派議員臨時主持，暗過有半年攏無法度選出正副主席，被建制派質疑，泛民派想要以癱瘓內委會方式組織審議國家發展法案。伫5月7日議程中，頂一會期主席建制派議員以會慶直接坐起主席台，引起泛民派議員抗議奪權。前後11名泛民派議員被趕離場。不過，伫這擺抓人行動當中，外界也質疑參加衝突的建制派議員是不是也算是干預立法會？港警以案件調查中無願意繼續回應。記者綜合報道。轉來看國內消息，琉璃工房創辦人也是知名的導演張藝，今日透早因為破病過身，享壽69歲。張藝是台灣電影新浪潮導演其中一位，伊拍電影《玉卿嫂》等3部作品，有女性電影3部曲的名號。咱來看伊故事。琉璃工房伫面冊打出創辦人張藝烏白相片。張藝因為心臟手術了後，死肺感染，傳出病情危急。琉璃工房證實，張藝透早在家後，因回山查某囝張元才出來的人陪伴伊安詳過身，享壽69歲。我自己會認為，藝術家或者藝術的創作可能是最重要的。張藝接受訪問時，家後因回山佇邊仔專心佇聽。這是5年前法國舉辦巴黎政治工藝博覽會雙年展，兩個人共同出現的畫面。張藝是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影片的導演之一。把這道光陰的故事，佮找呂明青用回山來拍《玉卿嫂》，也佮我安尼過一生以及我的愛3部電影，被稱作女性電影3部曲，開啟台灣女性電影新的篇章。兩個人在22屆金馬獎分別摕下最佳導演甲最佳女主角的獎項。不過當時已經結婚的張藝和當時的家後也是作家蕭實公開伊甲楊惠珊婚外情，兩個人袂堪輿論壓力。1987年雙雙提出影壇投入琉璃創作。一直以來，好像都是張藝還是扮演導演的角色在幕後，然後我還是演員在前面。那事實上，整個的精神跟靈魂，應該導演還是最重要的。金馬導演也曉放棄電影事業，投入琉璃藝術。不過楊惠珊捌講，張藝對伊來講，伊完全就是導演的角色。兩個人互相扶持30多年，這陣張藝先離開了，敢若留下楊惠珊一人在創作舞台，和電影甲文化界感覺無限的思念甲悲哀。記者綜合報道。嘉義民雄的牛斗山是80年代台灣種蓮藕的大產地，不過產業落濟，即馬敢若剩50-60歲以上的老大人咧種。導演賴麗君用3年拍一支紀錄片《目翕的手》，記錄這寡因為烏蓮藕種頭啊烏甲攏變形的做事人因生活的點點滴滴。嘉義縣民雄鄉的牛斗山農民愛約佇田內底做事，這是較早台灣種蓮藕上濟的所在，種作面積有100多甲。迄個時陣，挖蓮藕都是莊仔來趁食的石頭。較早古早時代，咱用野挖，啊，行下腳甲挖着蓮藕，就雙人較無愛，所以咱加減啊用手來動啊。北個蓮藕開，所以伊接出力，伊一當當伊累積，就伊玩。紀錄片《目翕的手》就是咧講種蓮藕的農民佇遮的過去甲今嘛發生的代志。導演希望透過影片，讓大家了解莊仔來目前的狀況。國發會的個統計吼，全台灣有134個鄉鎮瀕臨極限農村，嘿，咱當然的故鄉有這個地名。
内底无人，你找无恁兜伫倒位？我感觉这足悲哀的呢，所以我感觉讲，这部纪录片一定要有全国的人看到。船长表示，要半年后的农民拢是爱向话才甲来半年后，因为实在是请无工，所以到即阵桃园苗栗较晚收的年后，嘛是庄仔内的人上北去斗收。早期头背的手，大家拢变停，我年后的吼，阮种画起来现相当足济好啊，大家手都拢变形啦。一般5分地，迄5分地变质足快呢，伊爱一批一批，一直变规区田咧，甲变了了呢。对，多少人讲做家爱请，做人就爱变。为要翕这支纪录片，导演开3档的时间，详细记录这个所在。制作团队就表示，这一项一项拿蜡后的手，背后有偌辛苦，一般人无法度想象。记录的工课难度嘛加较悬。要行吼，足歹行，因为迄拢落雨霾啊。啊，你阁袂使踏着因的，然后阁定定爱刷位吼，找无共的角度，所以这个迄个困难度就比一般拍一般的片较困难。迄像切啊啦，是啥物拢做吼，政府较会注重因的迄种价格啊。啊，阮这种的算讲小产量的所在，伊比较会较无咱注重啊，所以有时啊吼，在市面上拢互因遐大盘因遐报道去安尼。导演表示，一支鸟仔来画然后3档就会歹去，农民的双手煞用了40档，这是台湾真实的历史，应该爱互人来了解。农民嘛讲，即马已经有高压水像这个技师来斗3工，双手的负担已经无遐尔啊重。不过嘛是希望大家会当知影种然后的艰苦，多多加因支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公司台语台平行人生新闻专题，今仔日要带观众朋友看白色恐怖受难者高金龙的人生。1963年，高金龙伫方兵军南做补给兵，所去互牵入叛乱案。伫感觉服刑的时，因为参与泰关事件逃革失败，被送去关伫绿岛。咱来看伊坎坷的一生。亲爱的太太，请你原谅，这样啊漫长的岁月，用笔你逐日是用目屎咧洗面。一句一句讲出1979年台东泰原加甲事件发生了后，去红山区绿岛绿洲山庄关押，迄段不见天日、思念亲人的心情。1963年，高金龙做海军防共军南的补给上顶兵，因为牵连防共军南的叛乱案，转去被判19年。迄年伊才23岁，伫咧台东泰原监狱坐监。1979年参与泰原革命，逃狱失败，转去被送去绿岛，关到伊35岁。讲起这站由政治犯发起，以台湾独立为目标的泰原事件，高金龙印象犹真深。野房内底的门。甲每一区的铁门4、5顶的这种铁门，啊，阮拢有安排人要安怎样开门。家你去台东的就去台东，去花莲的去花莲，安怎样隔绝参国民党对抗。迄年，地金河、陈良、詹天正、谢东营和江炳兴5个人，因为带头发起泰原事件被枪决，落尾因去互叫做泰原5烈士。高金龙回想代志发生以后，关伫咧绿洲山庄的黑暗日，伊讲当时伊的心内只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活比蒋介石较久的。伊甲我关，啊，伊若死的，我就会当出去。我吼，伊就无落甲我关啊。高金龙出狱了后，决心实现高中时想要做媒体的梦想，先伫咧《民众日报》做记者，刷落做采访主任，搁去东京做特派员。回国以后，也伫咧故乡做新婚林广播电台的董事长兼台长。我主张讲，台湾人就爱巧就互袂偏执。啊，你的主张，你就会当找到真的对的，就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有限，每一个人工课拢无限。啊，所以咧，
会当做到啥就做到啥安尼啫。郭金龙今年80啊，伊讲伊的人生其实和5梦中的无啥共款，不过伊会当伫咧媒体产业贡献心力，互人了解什么是建立伫咧事实基础上的言论自由。伊感觉家己是在做有意义的代志，也期待后辈有独立思考和实现理想的勇气。记者民警陈玉水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22度到28度，中部地区是20度到31度，南部地区是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2度到28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9度到28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